这代要对那代颂在你的座位，也要宣扬你的大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宣扬神的大能，神的作为。我们一起来拍手。我们是你的百姓，主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大大来赞美他。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仇敌。呼喊吧，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糟糕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再一次宣扬神的大能。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你的赞美继续来开口，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我们要一起来呼喊哦，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大家来呼喊。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仇敌。再一次，我们要大声来呼喊哦。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哈利路亚！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仇敌。再一次大声来呼喊哦。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哈利路亚！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当这些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让我们用赞美来回应这信实的神，直到万代。哈利路亚！阿门。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来以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小头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
名，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再次大大开口，顺着信使直到万代。听见大家的敬拜。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大家，我先来换你们啊！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换你们！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我们再一次哦，来向他欢呼。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好，换你们大大的开口来欢呼。来向他欢呼，来向他好，跳舞。我们再一次来向他欢呼。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我要听到33的这场地都在欢呼。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他的信使，他的心事直到万代。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宣祭，从列国到列邦，既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亲近百名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宣祭，从列国到列邦，既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亲近百名赛亚。是的，主啊，我们属于你的，不只是现在，从亘古直到现在，从这代到那代，我们都要赞美你，哈利路亚。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宣祭，从列国到列邦，既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百名赛亚。
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我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再次大大的来开口，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我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从这来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既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既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真实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今天晚上虽然天气寒冷虽然我们有一个礼拜的忙碌，或是许多的繁重的事物，但是主，我们要再一次尽心、尽性、尽力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愿主你亲自对每一个人说话，也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支持，成我们的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的申命记。那我们的申命记呢，即将快要读完了。那在申命记当中，给我们很多直接大白话。上帝告诉我们，人生要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都来自于我们是否愿意把上帝的话听进去，遵行出来，听行活路，就能够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的25章，我们要从第5节来读到第10节。好，邀请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请。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的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下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好，今天牧师要透过这一段非常难以理解，或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不能接受的这种方式，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叫做传宗接代。传宗接代，你觉得传宗接代重要还是不重要？重要。如果没有传宗接代，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没有后面，就没有下一代。
但传宗接代呢，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啊，听了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啊，应该是听到觉得很厌烦，啊，或是觉得呢，听到这样的信息呢，这样子呢会很有压力。但是你觉得呢？这个传宗接代，啊，在圣经当中，或是我先问，传宗接代英文应该怎么说？我们在座有英文老师，有这个外文系。幸运，你觉得传宗接代啊？没有研究过，没有研究过。好，那我来问问允杰，啊，允杰或是允琪，传宗接代英文，如果你要跟外国人翻译介绍英文传宗接代要怎么说？没有想过啊。那我也没想过啊，所以我就去问了这个翻译，好，这个给我的答案是 passing on the family line， 好，你觉得啊家庭的一个 line， 好，就是把这个家庭的 line 呢能够延续下去啊，好，叫做传宗接代，好，觉得这样翻译 OK 吗？后来我又请 AI 再帮我翻译，好 ，AI 翻译呢，好，它叫做 carry on the family name。把家族的名字好能够继续的传承，所以如果传宗接代在中文叫做你要生小孩，好，其实在英文当中它叫做 family line， 一个家庭的命脉，好，我们在中文应该说那条线呢，好，不是线，叫做命脉。那这个家族的 name 呢，名字呢，好，应该是指我们这个名字，好，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姓名，好，我们有这个宗亲会啊，好，所以传宗接代，好，我觉得我们要好透过今天的经文，好，想要带大家好再一次来思考，好这个严肃好或是重要的议题啊，好，首先呢，这个图呢，好是我们在以前大有国中上生命教育的时候呢，会上到看的影片当中，他有提到说，你知道你现在所喝的水。其实呢，好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来啊！这天上的水呢是从哪里来？从海洋蒸发来的。那这些水呢，其实会不会离开地球？不会，好，不会离开地球，都在大气层之内，那也不会到海洋底下去。所以他说呢，这些水呢，好，水资源在这个地球里面，好，就是不断的循环，然后它有一个 cycle。然后呢，你现在所喝的水呢，好，其实也是3000年前所罗门所喝的水，所以这些水分子呢，好，其实呢，好，都跟在这个地球的历史或是几百万的历史的当中，一直都存在，好，所以呢，这就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大自然很奇妙，好，它安排好在这个大气层当中，好，地球一直在循环。但是有人就会思考说，那我们的人生命是不是也会在这个大气层当中呢？也会在这个地球当中同样的不断的做循环呢？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摆一个这个东西，好，我爸爸是牧师哦，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神主牌，好，台语安怎讲？新猪牌，好，新猪白啊，好，新猪白啊。那神主牌里面有什么呢？好，上面就会写你是哪里人，好，你的祖先祖籍在哪里，然后呢，你是姓什么，好，然后你是这个从这个祖先，好，可以追算下来的几代这样。那这个神主牌的后面呢，有个木板，好，再把它打开之后，里面有什么？好，正式一点应该要有族谱了，好，要有族谱。好，族谱呢，就是说，这姓黄的、姓赖的、姓什么的，好，他第几代，然后这个。他可以查考得出来的族谱的名字。那在我小学的时候呢，我爸呢，他有一次就拿一个铁盒子出来，因为我爸很会藏东西，我们家的东西他很会藏很多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也很会翻东西，因为我爸很会藏东西，所以我也很会在家里面翻东西。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个铁盒子，他就拿那个铁盒子拿出来，里面呢只有2样东西，一个是一个红包，红包袋。卷起来的红包袋，然后那个红包袋打开，里面呢，好，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里面是个黑黑的东西，一圈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鸟大便。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那是我的肚脐，我的肚脐，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捡那个什么
脐带，脐带，然后他就把它用那个红包袋装起来，所以那时候国小已经10几年，很黑很黑。不过我现在没有帮我小孩子留那个肚脐，因为医生在医院的时候也没有问我们，都来不及问，肚脐就不见了这样。另外呢，就是一张纸，那一张纸呢，就是从我的阿公，我爸爸再上去的阿公，再上去他的阿公，阿祖一直上去，有7代的名字，那就念给我听这样子，就念给我听。所以在我国小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印象说，我不是那个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也不是路边捡来的，也不是那个来路不明的小孩，你是那样从祖先这样子传承下来的，从祖先这样子流传下来的，这是我们的这个族谱，或是我们的祖先牌位，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知道说，你虽然就算你认识神，是神所造的孩子。但是呢，你这些祖先，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有这些祖先，才有今天的你。如果你的祖先，哪一代他决定不婚或是不生，那他决定他不要生小孩，会不会有今天的我们？很难，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而且还要爸爸这边、妈妈这边的祖先，他们都会愿意生。可是呢，我觉得在国外很特别，就是国外呢，他们的族谱呢。比较不是长我们那个树状图，它比较叫做 family tree 家族树。家族树的概念，家族树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看法，就是说，上帝造人好像一个种子，那这种子呢埋在土里面呢，就开始成长，成长之后呢，开始向上不断的发芽，然后开始长大。长大之后呢，就开始会有树枝分出去，开枝散叶，然后就开始会结出果实。所以只要这个下一代结了婚，生了小孩，就结出了果实。然后呢，再了下一代呢，又结了婚，生了小孩，又不断的结了果实。所以这个家族树呢，family tree 呢，或是 family line，它就会长得像这样。这个树会怎样？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壮大。但是呢，每一个命脉，每一条线呢，都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这个生命记给我们的一个状况，来思想说，我们都有我们的家族，都有一条线把家人连在一起。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样的线呢，能够从地上带到天上？但是它不是一个循环。它也不是一个cycle， 这样子永远逃不出这个轮回的模式，而是圣经所教导我们、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从地上到天上去，过永恒的生活，成为永恒的家。所以我要透过3个问题，上礼拜我透过4个问题，这礼拜要讲快一点，所以只有3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让我们的家人关系延续到永恒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申命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传宗接代，carry on the family name， 你要 passing on 这个家族的命脉很重要。可是如果只生女儿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延续家族的命脉呢？其实这个答案在圣经当中都已经有答案，就是耶稣的族谱里面也有出现了女孩子的名字。女孩子的名字，特别就是这个拉合，还有这个犹大的媳妇他玛，在耶稣的族谱当中也有出现女性的名字，所以这个传宗接代不是只有男性，其实女性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或是说只有男生根本没有办法传宗接代，一定要有女生。每个就算那个名字是男生，可是他背后也代表了他有一个妈妈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儿子。在今天的第5节当中有一个状况，这是上帝透过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准备要进入迦南地，就是他们要传宗接代，可是呢哥哥死了没有生儿子，但是有可能生女儿，可是这个老婆呢她不可以再嫁给别人，要嫁给谁呢？嫁给他的弟弟，嫁给他的弟弟，为什么呢？要帮他的哥哥生儿子。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第6节，第6节说，
不管这个哥哥有几个兄弟哦，最后妇人生出来的这个儿子，就是头生的，叫做长子，他就要归在大哥的名下，免得他的名怎样，在以色列中涂去了。所以传宗接代，最重要的不是男跟女，生儿子生女儿，最重要是什么？要让这个家族的名字不要被遗忘，不要被忘记，要 carry on 这个 family 的 name。所以传宗接代，就是你姓什么，你从哪里来，你的祖先是谁，而透过我们不断的有下一代，能够让这个名字不会不见。可是呢，在今天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我们更看重的是教会的传承。所以我们在去年庆祝60周年，我们看见教会的传承，从我们第一位的长老开始，已经有57位的长老，然后有100多位的更多的执事，应该不止100，可能有200-300位的执事，这个我们还要再去算一下。可是呢，这些都在传承迦南教会这60周年来上帝的产业。所以在申命记当中，刚才讲到脱鞋之家，其实它的原文呢，应该是要被动式的，他的鞋子被脱掉了。这个呢，就是说，如果兄弟弟弟们不愿意娶哥哥没有生儿子的长子的老婆，那呢，这个家庭呢，这个家族 family 呢，就是他的鞋子被人家扒掉了。那这个英文都是写这个sandal， 就是凉鞋。那时候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都是他们的凉鞋。就是他们没有鞋子可以穿了，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家庭不再传宗接代，不再把这个 family 的 line 延续下去，他们就没有鞋子可以穿了，就是他们等于是他们的到此为止，到此为止，这是申命记所告诉我们。但是第一个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生男生女都重要，重点是愿意生，所以跟你旁边人说，生男生女一样好。重点是要愿意生，重点是要愿意生。只要有生孩子，这个家族就有鞋子可以继续穿下去。但是呢，到这个家族，可能什么这个很大的家族，到哪一代突然不愿意生了，那这个就没有鞋子可以穿了。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些利未人进入迦南地，利未人当中有一票人叫祭司，他们果然进入迦南地。他们在迦南地呢做祭司做了几百年，甚至做了上千年的工作。到了耶稣的时代呢，他们被称为撒都该人，因为他们有权有钱，而且呢他们是接受所有的犹太人的奉献，所以他们不用工作，他们就有薪水领。他们的上班地点呢跟牧师很像，都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工作。可是这一群人呢，他们读圣经呢，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生了，所以呢，他们对一个议题就是非常的 care， 他们不相信人死后会复活，所以在新约马太福音22章、马可福音12章、路加福音20章，同样的故事记载了3次，表示说这个问题呢，马太、马可、路加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说，撒都该人祭司的后代，他们来找耶稣，因为耶稣呢，他好像是一个老师拉比，很能够讲解圣经，所有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这些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觉得呢，人死后就怎样，就好像那个蜡烛吹熄了。就好像一缕的青烟这样子咻，然后就不见了。很多的人，包括现代的人，对于生命的看法也是这样：人死如灯灭，只要能够死，他认为死亡，选择死亡就可以解决问题。用结束生命的方式，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最快的方式。可是他不晓得，当他结束生命的时候，问题没有解决，他把问题怎样？放得更大，把问题呢弄得更麻烦，而且把问题呢弄得更难处理，而且这个要解决的时间拖得更久。因为死亡并不是结束，跟你旁边说，死亡并不是结束，
这个问题，好，其实到了新约，耶稣很清楚讲到说，好，复活在他，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耶稣的清楚告诉了这些撒都该人，好，人死之后不是一死百了，好，然后死了就没有事情，而是死后还有复活。到了新约，好，哥林多前书，好，也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意思是说，好，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整个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价值。如果人死后没有复活，所以同样的，好，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好，如果你在教会，你是基督徒，你相信基督教，你就要相信你会复活。好，跟你旁边说，好，将来你会复活。然后对自己说，将来我会复活。好，然后呢，对自己再说3次，我会复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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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阿们。很多的人没有做这样的宣告，没有做这样的练习，所以有时候台上的牧师在问，相信会复活的举手。哦，你还要先想一下，从来没有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宣告过。你要知道，要相信我们都会复活，阿们。因为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复活？是因为耶稣他已经从那个坟墓里面走出来。同样的经文，在后面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灾难是什么？不是说你礼拜六晚上就没有地方可以聚会，也不是说你就没有一个青年的团契可以参加，也不是说你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灾难是1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活在罪里。所以换句话说，因为耶稣复活，所以我们就不活在哪里？罪，就不活在那个捆绑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复活，复活的耶稣，他可以加给我们各样的能力。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我本来跑步跑得很不好，但是我为了耶稣，求耶稣帮助我，让我可以跑步跑得更好。本来数学不好了，但是我为了耶稣好好的来读数学，靠着耶稣给我力量，数学可以进步。我可能本来做事情会东拉西拉的，可是呢，靠了耶稣，你可以改变你整个生命。像牧师以前，记忆很不好，我觉得我很不会背东西，特别呢很不会记人的名字。可是呢，在教会久了之后，很多人说，哇，牧师你怎么这么会记人的名字？如果有人问我，都会告诉他说，是因为我在当传道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要让我以后可以在教会服侍你，我知道教会人很多，可是我根本记忆力不好，我们没有办法记那么多人名字，你就要帮助我，让我可以记得那些人的名字。结果从我当传道，一直到现在，到每个教会，很多人的名字，我也没有刻意去记他，真的，我没有什么名字，今天认识的周成汉，回家还要再背他的名字念3次都没有。就是你会觉得说，下次又看到他，陈汉弟兄你好，就突然那个名字就会记住，因为你求耶稣来帮助。所以，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会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捆绑，脱离这一切的软弱。所以，我们再把15章17节再来读一次：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活在罪里。但是因为基督复活了，在圣经当中，整本圣经新约都证明，因为耶稣复活了，这么多的见证人，没有人可以否认耶稣复活，或是没有人可以找到证据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以至于这个信心一直发生效用。这个故事呢，到了耶稣的时代，刚才我们讲到说，哥哥死了，没有生儿子，弟弟要继续娶嫂嫂，继续再生儿子。但是呢，撒都该人呢，为了要证明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考耶稣说，那耶稣，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哥哥死了，没有生儿子，老二也娶了嫂嫂，也没有生儿子，也死了，老三又娶了，也没有生儿子，一直到谁？老七
到老七，7个兄弟娶同一个老婆，7个兄弟娶同一个老婆，但是全部都没有生儿子。你说有复活，那请问将来在天上复活的时候会怎么办呢？耶稣回答他们说：复活并不是人死如灯灭啊。耶稣说，论到死人，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22章31节跟32节来。论到死人复活，神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呢是摩西摩西去哪里？西乃山。然后呢，他逃到不是西乃山，何烈山上的时候，然后呢遇见了荆棘被火焚烧，然后上帝就在荆棘当中对摩西自我介绍。摩西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可是对摩西来讲，摩西那个时候跟亚伯拉罕差多久？大概差了600年。那时候呢，就算亚伯拉罕活到170岁可是600年，亚伯拉罕的骨头都已经怎样？都已经变成土了，都已经变成粉了。可是上帝在自我介绍，他介绍自己给摩西的时候，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还有呢，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这个阿公、爸爸、儿子都已经作古了，都已经化成灰烬了。可是上帝自我介绍呢，说这些人都还在。为什么呢？马太福音没有写。可是呢，后面还有一句话说：因为神怎样？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用这一句话，上帝对摩西的自我介绍，告诉这一些不相信复活的人说：神他不是掌管死人，而是掌管所有活着的人。但是重点不是说亚伯拉罕还是死人，重点在后面。重点在后面。后面这句话呢，同样的经文，路加福音前面都讲一样，路加福音后面多了一句话，在38节。我们继续来读：因为对他来说，人都是活的。再一次，因为对他来说，人都是活的。所以耶稣的重点在最后一句。我们要感谢路加，他很仔细的帮我们把这句话写到最后。因为神的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死人，神所认识的人都是怎样？活的。所以神看人都是活的。跟你旁边说，神看人都是活的。换句话说，只要是人，在神来看，没有死这件事情。没有死这件事情，这个就会开始超越我们的理解。死，那现在亚伯拉罕活在哪里？以撒活在哪里？雅各活在哪里？这个你就要去读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保罗就会讲得更清楚。这些人不是死了，他们是怎样？是睡了。他们在神来看是睡着，他们是睡而已。可是呢，在神还是活。什么时候会活呢？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叫他们活过来。所以有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第二个你要解释的问题就是有，而且呢，在神来看，没有死人，都是活着的。因为神在那里没有死亡。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讲到这个哥哥，然后老2、老3、老4到老7都娶了同一个妻子，这么复杂的夫妻关系，到复活之后是不是要重组？哎呀，有的人我们现代也会常常这样，重组家庭，离了婚又再结婚，又再离婚又再结婚。这个也叫爸爸，那个也叫爸爸，这个又叫爸爸。可是将来到天上，哪一个才是我的爸爸？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可是呢，在这里呢，有2张照片，这是在中国的西藏。在中国西藏呢，有一个村落，这个世界上少数的一个村落呢，叫做一妻多夫。我们都有听过一夫多妻的这种文化。可是呢，在世界上还真的让我找到说，有一个叫做一个妻子有
好几个丈夫，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妻子3个丈夫，好，然后在右边的照片呢，好是他们的这个村落的这个叫做1代夫，好第1代丈夫，2代夫，第2代丈夫，3代夫哦。所以1代夫呢，好在下面是63岁，2代夫43岁，3代夫呢23岁，哦，所以他们这个村落呢，哦，不晓得到现在是不是好，可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还有这样一妻多夫，我们也很难搞不懂，这一妻多夫要怎么样生活下去，好，但是呢，还真的在这世界上，不过这个撒都该人，为了要证明没有复活。好，他们就来问耶稣：既然这7个人都娶了同一个老婆，在复活的日子，那个太太是谁的老婆呢？耶稣的回答就很重要了。耶稣这时候的回答呢，他如果回答不出来，我们在世界上找不到其他的答案。我们可能还可以找到这么奇怪的民族，这么奇怪的种族这个民族，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复活之后的事情。可是耶稣呢，透过这3段经文，很清楚的回答。第一个回答，我们先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22章29、30节。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在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耶稣的第一个回答是说，你们这样的思考路线是错的，好，你们错了，好，就意思说，在复活好的样态，跟我们现在在地上所想的这些撒都该人所想象复活的样态，以为在地上怎么生活，将来到天上怎么生活，通通 copy 过去，错了，耶稣说不是，为什么错呢？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没有好好的写灵修笔记，没有好好的读圣经，还有第二个。没有知道神的大能，就是没有好好的透过圣灵进入真理，这2件事情。耶稣说，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而是像什么？天上的使者，像天使一样。哇！所以有人只有读到这边的时候呢，就说：那我复活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头上都顶着个光环啊？然后背上就会长出翅膀啊？好，然后大家要穿着圣歌队的衣服啊，好，然后就要开始发着竖琴或是吉他，好，有人可能就要弹奏吹号角，是不是像这样子？耶稣给我们说，像天上的使者，不是说那个样态，而是说关系。我们在复活之后，那个关系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又是什么关系呢？好，因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记载篇幅只有到这里。可是这时候还是要再感谢路加，他又把同样这段事情呢，又给了我们的几个线索可以来看啊。所以同样一件事情，路加福音20章，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这世代的人有娶有嫁，唯有配得那要来的世代和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然是复活的人，他们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路加把前面那一句话，如果你只有记得说不娶不嫁像天使一样，你的脑海里面就会说那我们去在地上没有结婚，在地上没有孩子，去天上我们都像天使一样。没有，意思是路加所继续说的，世上的人要娶老婆，要嫁老公，要传宗接代。可是呢，有另外一票的人在世上呢，他们是要得到配得那将来的世代，就是说将来要进入到新天新地，还有从死人中复活，因为相信耶稣，相信复活，在复活的时候呢，不能再死。既然是复活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好，神的儿子。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复活之后会不会有男生，会不会有女生？我们只能够答案到这边，因为耶稣就只有讲到这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确定，复活之后有没有男生，有没有女生？可能男生性别不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在复活之后，可能我们的生命是超越了男生，超越了女生，超越了年龄，超越了肉体。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的孩子，都是神的孩子。因为原文上面就是写儿子 son 儿子，可是我们也可以看每一个人都直接是成为神的孩子。所以把路加福音跟马太马可整理起来，就是有2个对照。在复活的时候，我们要传宗接代，有两种的样子，一种叫做今世之子。今世之子是什么呢？就是只为今生今世活的人。他只想到说，我人在台湾，我大概平均寿命80岁，我这一辈子大概就是80岁。80岁以后呢，都不关我的事情，我也不知道80岁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也没有准备，也没有预备，只活在今生今世。还有呢，他只追求地上的国度，虽然他可能会去环游世界，可是他对于天国呢没有想象，对天国呢没有概念，所以他也不知道天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第3个，他只依靠地上的肉体，所以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得很好，哇，让70岁、80岁看起来像冻龄，然后还可以很年轻。可是总有一天还是会离开这个肉体，这是路加福音所说的这世代的人有娶有嫁，就是今世之子。可是呢，复活的之子，会进入复活的人呢，他们可以跟今世之子对照。第一个是会怎样？为永生永世而活的人，就是他知道人死后有永生，他也知道人在神的面前永远是活着的，所以死这件事情不会断绝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复活之子。所以你要当今世之子还是复活之子？复活之子，要知道你有永远的生命。第二个，复活之子他是追求天上国度。虽然在地上，哇，有很多环游世界，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美丽的地方，你都想要去，但是在天国之子、复活之子，他更想要去的是天上的家、天上的国度，所以他追求天上的国度。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13章，他就会耶稣用一连串的比喻，天国像什么？像是有一个人，他变卖所有的一切，然后呢，他就是去买了一个地，因为在地的下面有一块珠宝。所以当你越认识天国，你就越能够知道天国的重要。这是复活之子。第3个，复活之子，今世之子是靠会朽坏的肉体，你觉得呢？复活之子是什么？他是不是靠肉体？那他靠什么？他靠那不能够朽坏的灵命啊。复活之子，他是注重他的灵命，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 spirit 灵，所以他是用灵在这个世上来活着的。所以今世之子、复活之子，就是让我们知道复活之子他能够传宗接代，能够把这个家庭的命脉 family 的 line 跟这个家庭树能够延续下去啊。那在这个礼拜当中呢，我们教会开始有去带领大家去参观天品山庄。什么是天品山庄呢？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园区，我不是在帮他广告，但是因为它太特别了，你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所以我只能够用它来当做例子。如果有更多的例子，那我就会找其他例子。但是呢，因为它在台湾是非常的特别，它就是专门服务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死后会去天国，但是我们这个骨头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在地上还有什么用途呢？天品山庄呢提供了几个用途啊。那我们那天去参观，这个礼拜一参观完之后，他就帮我们做一个影片，所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2分钟的影片。今天会来参观天品山庄，然后其实原因很单纯，第一个就是距离不像其他墓园这么偏远，对大家来说，不管是家属来追思，教会陪伴都很方便。再来环境，一走进来就觉得很不一样，这里说舒服、整洁、充满喜乐氛围，整个墓园的设施规划也很完善，让人心是感到平安的，而不是沉重的，很棒，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我们很认同天品在做的事情，然后他们不是只在经营一个挂牌上市柜的墓园，而是真正以信仰为核心，用心在服务我们。这一点对教会来说非常关键。至于环保站，我们也觉得很好，但在天品这样的环境呢，可以连接彼此。那种信仰的延续以及相互的陪伴成长，我想也更是难得可贵。所以对我们来说，天品山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既有环境也有信仰，能让爱、关系还有盼望被好好留下来，不妨考虑看看。我不晓得我们去参观，然后我只是介绍，然后他们就把我的这个介绍把它剪成影片啊，好像我在替他代言一样。不过我觉得呢，他对牧师这个工作来讲，就是离教会算是很近，所以教会的会友放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去的这个车程也很短，还有就是它一个园区，也规划得很好。那我等一下要介绍这个天品山庄的这个老板董事长，他明天也会来我们这边，也在这个地方会来跟我们分享。但是在今天这个主题呢，跟这个牧园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徒的传宗接代。我觉得呢，把今天的信息浓缩结论，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我们一起来念。第一个，透过纪念我们的名，让神的名继续被传扬。这个长子或是要生长子，不管要生男生女生，但是透过这样子不断的传宗接代，让上帝的名能够透过人在这世界上被传扬。在这个天品山庄，就是他这个老板。他现在才40岁吧，还是不到40岁。他本来也是一个不学乖的孩子哦。可是呢，因为因缘际会，那他看到一个墓园，然后呢他就接手那个墓园，那把那个墓园呢变成了一个基督。刚才你看到那个这么漂亮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几乎快要变成一个荒废的，他就把它接手。可是他就是上帝是使用他，来介绍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墓园园区哦。然后他一个很特别，就是他手上抱着这个箱子，这个箱子呢，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个箱子哦，这个箱子呢，最便宜要多少钱呢？最便宜要30万，最贵多少钱呢？最贵的100多万，100多万，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 VIP，那天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他带我们进去看个 VIP， 说这样一格要100多万，但是这里面呢，就是可以制作自己的故事，就是这个人，你看到这个箱子外面的摆设，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喜欢的，或是他的梦想，或是他的人生的一个缩写。那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里面摆了一个种田，他就把在里面那个箱子玻璃橱窗里面就放了一个房子，然后旁边就一块田，然后呢3个兄弟就在那边种田哦，这就是那个就在 VIP 里面100多万的那格子里面看到的这个。欧亚郎可是他的梦想呢也想要种田，但是呢这个老板呢董事长呢他年轻，可是上帝感动他，让他呢去接没有人要接的一个墓园，结果他又经营这个墓园，把这墓园呢经营的就是后面这个环境再加上科技，加上这个现代，又加上这个信仰，所以他打造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去那个地方呢不会觉得阴森恐怖。反而很多教会小组都很喜欢去他那边聚会，然后而且去的时间呢停留了很久，这跟我在美国去看的墓园的感受非常的像。我第一次去看美国的墓园，觉得好像来到一个公园哦。在台湾的蒙阿波都是怎样？蒙阿波叫做夜总会嘛，就是大学生那个夜游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要吓小女生啊，然后要抽签啊，然后那个骑摩托车，然后让女孩子在后面尖叫啊，抱得很紧这样要讲鬼故事。可是在美国的墓园呢，像公园；可是到了天品山庄呢，在那个地方呢，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乐园因为它有溜滑梯，然后在里面还有这个 buffet， 就是还有这个茶点，让大家可以享用。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听，明天可以来听听这个董事长，他为什么会信耶稣，然后呢再来他为什么会经营一个这样的一个墓园，然后他的上帝给他感动什么？其实花很多的钱。因为呢，他把那个教堂盖起来，然后还要维系。可是上帝也很祝福他，人家想说厉害啊，基督徒在台湾只有5%，你这个只有做基督徒的生意你这个大概赚不了钱。可是呢，他的墓园不但赚钱，还卖股票，这个是有上市柜的公司，而且他的股票呢，在前几年
在几年他就那个他的股票呢，就还涨得不错，好，所以明天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个董事长的故事。第二个呢，好，今天这个信息的重点，好，我们来读：死亡不能断绝关系，只有放生会断绝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想说一死百了，死了就没事了，好，死了我们就永远不相往来。可是呢，好，在神面前，人都是活着，不管活人死人，在神的面前都活着。我说，只有放生会断绝关系。什么是放生？好，我的放生不是那个放生，我的放生是放弃生小孩。好，这叫做放生。放弃生小孩，这个家庭树就怎样？就没了。好，这个关系就只有连到你这里，后面就没有再连下去的可能。好，所以只有放生会断绝关系。好，这对夫妻哦，好，他们很特别，好，他们办了一个讲座，叫做"人生好难呢，世界很糟，为什么还要叫我生小孩？同不同意？"啊，这我相信很多的人都是这样想法，现代年轻人是这样想法，人生已经很困难了，好，要考高中，要考大学，要考研究所啊，然后要考台积电，然后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立法院这样，美国那样，好，一下变来变去的。还要再教我生小孩，你不知道我很忙吗？不知道我还要考试吗？可是呢，好，这两个我没有时间再讲他们故事哦。好，可是他们就是提倡好不婚好不生，可是他们是后来这个女孩子哦，她自己去国外做了人工受精，她还是想要当妈妈。她的先生呢，先结扎，没有结婚就先结扎，好，就是他们不要自己生。他讲了一句话说，婚姻对女性都没有好处啊！他看到他的妈妈，好，就是这个主讲人，他看到他的妈妈，好，这个嫁了一个不怎么样的爸爸，好，就是没有很贴心的爸爸，然后呢，好，又搞到最后妈妈年纪到了，最后还是小孩长大之后就离婚了，好，然后发现这整个婚姻对他妈妈是一个牺牲品、陪葬品。他说："我的妈妈照这个社会剧本然后呢结婚生小孩，好，到了这个年纪，好，也没有丈夫，然后呢，其实他有孩子，好，可是他觉得他妈妈很痛苦，好，所以他出了一个书，好，然后说，为什么还要叫我们生小孩？"这是现代人有这样的想法，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批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奈，好，可是这个作者也不要忘记。有没有人把他生下来？就是因为他也不是靠妈妈生的，也是有一个爸爸，所以他才有办法在这边出书，他才有办法在这边好卖书，好，他才有办法在这边好做他想做的事情，好，所以他现在做的事情，等于是让他自己的孩子剥夺他自己孩子的权利，是不是？好，如果他妈妈先出这本书，他还有没有机会来出书？好，那他在哪里呢？他可能就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人生虽然很难，但是呢，就是代表我们更需要依靠上帝。传宗接代这件事情，没有你所想象那么难，因为那是上帝给人的祝福，给人的礼物。但是人把它想得太难，往往就会在那个门槛当中跨不过去，而且呢，我们会一直在那个时间上面 delay。而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好，第3，请大家来读。经营世界上的关系，要像将来在天上一样。世界上的每个关系，不管你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跟阿公阿嬷的关系、男女朋友的关系、跟老师的关系、跟同学的关系，都要用心去经营哦。好，因为这个关系呢，才是将来你在复活之后成为神的孩子好的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你要在这世界上，好，不要用错的关系绑架你。结果将来到天上了，你才开始啊，原来我在天上的身份，我在天上的名分是长这个样子。好，明天好，除了那个李董事长来，明天我们也邀请这个刘子俊牧师，好，要来跟我们分享基督徒看待生死啊。为什么会邀请他？好，是这个董事长帮我们介绍的。好，因为董事长说啊，他好刘牧师比较出名，好，那他就马上打了个电话说，你可不可以来？好，然后一联络，好，我们就联络了，安排在礼拜天的下午。好，礼拜天的下午，那这个刘子俊牧师呢，好，他出场费好，我是不晓得多少，
但是我们教会不是我们教会的这种讲师费啊，教会要付这个讲师费，当然小会也不会同意这样子。我们明天几乎可以说是免费，几乎接近免费来邀请他来到迦南教会来跟我们分享。可能我们在教会不太认识他，可是我把这个讯息呢放到联导会，放到这个其他教会的群组的时候，马上就有人打电话来问说，请问几点可以进场？然后请问需不需要报名？那会不会保证明天会有位置这样子？然后说我可不可以再邀请我们的小组一起来？就是他们这个刘子俊牧师很受欢迎。为什么这个刘子俊牧师很受欢迎呢？我相信是他的这个人生观，还有他的这种给人的这种形象，就是一直很欢乐、很喜乐，而且呢，他也是学社工的，他也是读心理的，所以他很能够去解释出人心里面的这种各样子的无奈，各样子的无奈。但是呢，我觉得很佩服他，就是他跟他女儿的关系，因为要介绍他嘛，明天牧师要介绍他，所以看了一下资料说，他跟他的女儿有主持一个网络的节目，而且呢，然后你们有看过吗？今天怎样不讲理？今天不讲理，他跟他的女儿一起主持的，而且这个节目还得到广播奖。还得到广播奖，所以他还去领奖，是得到这个社会上的肯定啊，说有一个很清新的节目。我觉得他跟家人、跟夫妻，或是跟教会弟兄姐妹、跟自己，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跟他学习。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4，来，请读：每一个名字被神纪念，世人虽遗忘，但神不会。就是你要知道，在神的面前没有死的人，只要每一个名字都会被神纪念。所以换句话说，你没有小孩，但是你可以先帮你的小孩取名字，可不可以？可以。你可以先跟上帝祷告，上帝啊，将来如果你给我孩子的时候，我要帮我的小孩取什么名字？这是很多刚结婚的，或是说结婚准备要生小孩，爸爸妈妈会做的事情。可是呢，其实我知道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是因为找不到对象，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你知道我们在台湾，35岁到39岁，我们在座有没有35岁到39岁？有啊。没有结婚的人有多少？47.6%，全台湾哦。35岁到40岁以下，这5岁当中还没有结婚的将近一半，47%。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看那时候35岁到49岁，35岁到39，那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比例是25%，所以呢，已经 double 了，double 了，就是台湾这个再不结婚真的要拉警报的年纪呢，已经几乎是台湾一半的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是因为没有对象，而且呢，适婚年纪从20岁到49岁，台湾这也是去做问卷调查，有2/3的这个适婚年纪的年轻人没有对象，目前没有对象，因为这个世界很忙，这个世界给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你会一直延宕，你会一直 delay， 把你的孩子这个名字，来到世界上的这个祝福呢，一直往后延，再往后延，再往后延，延到你不能再延的时候，你才说好啊，赶快结婚。可是结婚的时候呢，想要生怎么样？生不出来，生不出来。今天我们跟一些教会的长辈吃饭，今天这些长辈都70岁以上，几乎没有不结婚的。教会70岁以上的长辈，没有一个几乎没有不结婚，也没有生小孩的，几乎是全部都有结婚，全部都有小孩，几乎。可是呢，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当中呢，因为以前的长辈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生的 schedule， 很多还要去考大学，还要再考研究所，研究所完还要再考博士，还要再考，所以结婚就会怎样？是往后，然后找这个工作，我还要再升迁，我要再去考，我要再换什么工作？为什么要换工作？因为要赚多一点的钱，我才能够结婚啊！所以这是一个吊诡，这是一个消耗，让你的人生你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今天长辈说你几岁？24岁，
啊，你24岁？没有啊，我24年次啊。好，他24年次。我们人生没有办法再重来，可是呢，你要知道，上帝有祝福，有礼物要给你，就是你现在的生命。但是还要再给你的，就是你可以传宗接代，你可以 passing on、carry on 这个 family 的这个 line， 跟这一个上帝给你的这个 name 要给你的祝福，你要把它好好的祷告。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不容易接受，但是我相信这是神要给你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有我们的爸爸妈妈，有我们的阿公阿嬷、阿祖，有我们的祖先，才有今天的我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先人、前人，他们愿意嫁、愿意娶、愿意生，我们才能够享受今天的人生。但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世代，生育率已经到了全世界的最低，不到0.9的生育率，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挑战是更严峻。求你用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帮助我们思考思想，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的祝福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握我们有限的人生，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立定志向，就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做好我们人生各样的规划，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好好的掌握我们的人生，而才不会失去我们人生的祝福，还有失去我们人生的机会。我们也为现在35岁到39岁单身未婚的这些青年来祷告，也恳求主你来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信心倚靠神，让他们看见他们可以成为父亲，他们是可以成为母亲的，在人所不能的，在神你凡事都能。甚至主啊，求你也开他们的眼，让他们看见他们将来自己的孩子，连名字神你都要把这样的名字放在他们的心中，就好像亚伯拉罕和撒拉在年老的时候还没有怀孕生小孩，你已经把以撒这个名字送给他们，就是笑，以撒的名字就是笑。主啊，让我们的年轻人想到孩子这件事情，不是哭是笑，让我们的年轻人面对结婚这件事情，不是恐惧不是害怕，而是期待，而是要来预备迎接上帝的祝福。主啊，求你再次赐福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和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能够以身作则，让我们以身作则，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来领受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恩典还有祝福，让我们明白神你所要的传宗接代不是世人所要的，而是要在复活的日子当中，我们要成为复活之子，我们要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还有应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敬拜我们的神。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来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其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基督来弥赛亚。众臣们抬起头，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
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的声音。从这来到那代，万民主听颂赞，从年纪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这国到列邦，其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最后，牧师想要再特别为弟兄来祷告。很多没有办法结婚，不是姐妹，是弟兄，因为弟兄没有赚够足够的钱，是因为弟兄没有采取主动，是因为弟兄还没有想清楚他自己的人生要怎么样的过。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无论你现在几岁，但是知道你来到这世界上不是偶然的。每位弟兄，不论你今天在这里，或是你看直播，或是你看了重播，你要知道，只要你还没有结婚的那一天，神都在预备你将来要成为一位丈夫，要成为一位父亲。神期待你，这是神要给你的祝福。你不能够逃避，你不能够忽视，你也不能够忽略。弟兄们，你是城门，你要抬起头来，你要勇敢的站立，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你要为你的下一代而站立。如果你今天不站立，你的下一代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的下一代是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成为一位弟兄，成为一位儿子，成为一位长子，这是神的安排，这是神的命定。求神帮助你。在这边，牧师要来为姐妹来祷告。姐妹们，如果你还没有对象，如果你还没有准备要进入婚姻，你要来思想，当你的人生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性命，这一切有什么益处？要知道，上帝给你的祝福就是姐妹们，你可以孕育生命。只有你，只有姐妹可以孕育生命，感受到真实的生命，这是弟兄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而这个生命要从你的里面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求主帮助姐妹们，让你们能够把握在适婚的年纪，在适合生育的年纪，你们都已经思考好，都已经做了预备，都已经祷告清楚，让神能够把你带领进入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当中。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在座的弟兄还有姐妹们来祷告，特别祝福我们的弟兄们，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男生男孩，不是只有当个帅哥，他们将来要成为丈夫，他们将来要成为父亲，他们将来要在世界上要学像耶稣基督的形象，而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把握住他们的人生，把握住他们的生命，能够走在神所正确喜悦的路上。让他们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引诱，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也让他们不要有错误的想法，想说人死后什么都结束，而是明白不管活人死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活着，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祝福我们的弟兄们，如同这些城门一样，是一个抬起头来，如同长老们一样，是一个勇敢站立，能够来肩负责任的弟兄们。让我们的弟兄不小看自己年轻，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成为众人的榜样。主啊，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姐妹们，
因为每一个姐妹都是神你所造的，有神你的形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身上，更有神你所预备的祝福。台湾的未来，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们桃园的未来，甚至迦南教会的未来，就在他们的生命里。主啊，你要把那个美好的生命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带出来。主啊，让我们的姐妹们不是只有追求更高的成就，不是只有追求更高的地位，追求更高的名声金钱而已，而是让他们追求生命当中更高的意义，还有他们生命当中更高的高度，让他们能够看见神你要怎么样来兴起姐妹们。主啊，求你再一次教导我们这样的智慧，教导我们这样子的功课，我们在这世上要怎么样子来把神所给我们的能够继续来传承与人分享。虽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顺服神就会蒙福。当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神你就为我们开路，因为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是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复活之子，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孩子，都要紧紧的与神相系。虽然我们还不明白完全，但是神你会渐渐让我们明白这样的奥秘，就在我们的家庭计划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求主带领我们，赐福我们。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那接下来我们预备我们的奉献。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有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有风有雨的日子，还能够来到周六礼拜当中，一起来听今天的聚会的分享。谢谢今天牧师的议题，让我们年轻一代能够反思并关注传宗接代的这件事情对我们生命的意义，还有对信仰的影响。现在我们将时间、金钱、才能奉上，作为圣工所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还有，让我们继续用赞美来回应神，我们一起来拍手。然后听见大家呼喊声哦。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
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仇敌。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声音不停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让祷告的声音让祷告的声音不停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为了主耶稣传宗接代，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大家平安。平安。好，开始报告。我是浩宇，我是招待组的组长之一，然后达美乐的 BT。好，开始报告。好，今天有新朋友吗？还是有有第二次来的。对对对。好，掌声欢迎。还有易如，很久没看到。还有好久不见的易如。还有从马祖来的新朋友。大家等一下再彼此问难一下。好，灵修笔记最后购买，这个是本会的消息啊，就是灵修笔记剩下最后15本，一半200，要买要快，然后去办公室哦。也可以叫达美乐外送。也可以。好，然后图书馆真人中就是本主日开始发放和会手册。好，标题忽略。发放和会手册，然后请大家在1楼签名领取，然后每一户是1本哦。会有版。同工领取的是同工版，然后如果有问题，请到1楼公布栏登记。好，2026定期会员和会，2月8号礼拜天早上9点半要召开2026定期会员和会，然后会员的名册要详见公布栏，然后如果你那天没办法参加的人，要在2月7号以前书面向小组长或小会书记提出，然后当天会出席的，请于33号1楼门口签到。然后当天只有1场礼拜，在这里33号2楼。好，然后今年度的第2次圣礼典，3月8号举行第2次的圣礼典。如果你要受洗、成人洗礼、坚信礼、信仰告白、小额洗礼，2月15号前向区长或小组长报名。还要记得，如果是成人洗礼或坚信礼，要先上完基要真理的课程。好，然后捐赠扣除额单据电子化授权同意书，如果会有要报税扣抵的需求，可以选择上传你的奉献资料到国税局，然后去填写捐赠扣除额单据电子化授权同意书，然后要交给干事，然后2月22号以前要完成。好，奉献须知，奉献一旦经过入账之后，就无法再更改奉献者的姓名。如果你有节税的需求，就是要在奉献之前好好的再三确认你的姓名有没有写错。好，记得注意一下哦。好，然后2月4号礼拜3 8点，
要在新堂举行333祷告会，主题是为新春蒙福祷告，邀请各位兄姐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参加者请用现场 QR code 签到。如果要参加线上的话，就要输入在 LINE 的官方账号，输入祷告会签到。好，要记得哦。好，再来是侍奉部的会员大会及志工大会。全人生命教育协会要在2月8号的主日和会中举行会员大会、志工大会。当天33号，新堂2楼柜台进行签到。请协会的会员还有志工记得准时参加，好，要记得好。然后明天3点到5点就是在这里有举办那个刘子俊牧师的讲座，主题是基督徒看生与死。然后明天早上还有邀请那个董事长，下午，下午哦，明天也有邀请集团董事长见证分享，好，大家记得来。228纪念礼拜专讲，新竹中会教会与社会部于2月28号礼拜六早上9点，新竹圣经学院举办228纪念礼拜专讲，然后详情请见电梯的公告。然后如果要参加的，要到1楼的中岛去登记报名。好，补充一下。我们那个教会的团契组啊，我们有收年团契、妇女团契跟社青团契哦。好，那我们从1月开始招募，好，那现在收年团契已经有91名，好，91名的契友，好，那妇女团契也有76位哦。好，那我们的社青团契呢还没有破10，好，所以在这边要特别鼓励我们的社青团契啊，从几岁到几岁？20到45了，好，20到45的年轻人，好，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社青团契，好，那要缴那个怎么样成为社青团契呢？好，就是要缴那个会费，好，200块钱，好，1年200块钱，好，那我们到6月底以前呢，好，都可以来参加，好，今年的社青团契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到这边，接下来还有小组分享的时间哦，好，那么彼此请安，好，那彼此祝福。